我係思思。今日我哋嚟講一個話題，就係 YT 達標要4000個小時先可以達標，但係喺2月1號嘅時候就要上升為8000小時。呢個問題就係我而家要解決嘅問題啦，就要回顧返我點解要開呢一個嘅頻道啦。究竟係純分享啦、興趣啊，定係擅長呢？我初開呢個頻道呢，係真係純分享，做呢個嘅短影片，開玩具俾大家睇。咁做咗1年之後呢，發覺有興趣啦，所以就繼續做落去啦。喺短影片嘅期間呢，我做1年呢，發覺呢，我呢個嘅達標數呢，就係100，但係呢，我永遠都係去到嚟呢一度啫喎，永遠都好似達唔到標咁樣喎。不過呢，我就放棄咗之後呢，我就轉跑道去長影片啦。長影片啦，大家應該都好熟悉噶，1年之內啦，就要3000個小時。第2關呢，就係4000個小時先可以達標啊。3000個小時呢，我第1關呢就係過咗噶啦，而家呢，就係要過第2關啊，要加多1000小時先可以達標。咁達標之後問題就嚟啦，咁啱呢，就喺社交媒體啦，就係喺同一日達標，同一日出呢一個嘅通告。呢個通告就係我哋開頭講嘅，由4000小時要去到8000小時啊。我哋嚟計翻條數啦。喺2月1號呢，就會完結㗎啦，呢個唔計8月啦、9月、10月、11月、12月、1月，即係5個月內，5個月內要1000達標。咁5個月啦，除翻5個月呢，我哋就要需要200 hour 小時觀看數字啦。大家睇下我嘅後台啦，1星期啦，我嘅觀看時間呢，全部計呢就係87.4小時。咁佢呢度計28日嘅，係達標嘅243，所以就係咁出片就係㗎啦。1年嘅時間呢，其實我都係仲差少少㗎啫喎。呢一個係即時觀看數，但係呢，我發覺呢，佢嗰個收益觀看數時間呢，同即時嘅小時時間呢係唔一樣嘅，可以唔見咗幾百嘅。以防萬一，我自己係會再做多400個小時 hour 補上去。咁每個人嘅頻道都唔一樣啦，所以我就分享一下我自己由0到依家嘅少少嘅拍片心得啦。我自己嘅頻道呢係玩動漫啊、玩玩具為主嘅，發覺呢最多人睇啦，同埋逗留時間最長嘅呢，多數呢都係我啲遊戲片啦。然之後呢，我自己出嘅自己卡哇嘅片啦，就係比較低嘅，同埋呢個嘅遊玩歡樂台嘅。遊玩歡樂台呢，就要緊貼時事啦，真係好食呢一個嘅潮流嘅。呢個潮流興啲乜嘢呢？你就要去拍啲乜嘢，然後大數據呢，大家一齊去拍同一樣嘢呢，咁你就會有機會彈出嚟，個曝光率就會高一啲啦。另外至於卡哇呢，呢一個都一樣嘅，佢係逢出新活動啦、新公仔啦，然後你再去一齊
佢用呢個大數據去報導新嘢咧，佢係先會彈出嚟嘅。如果唔係隨便就咁樣去介紹玩具啊、收藏啊，其實係唔會有咩數據嘅。尾咧，我最新係加咗一個關於自己嘅影片嘅。呢啲遊戲片咧，其實佢哋咧係唔會睇你係邊個就撳入去嘅，只要嗰個遊戲係對於自己係啱啦、有用啦、啲攻略啦，或者我好想知道結局啦，即係有價值啦，咁佢哋就自自然然會撳落去㗎。呢個咧喺初時啱啱開頻道嚟講咧，係幾好嘅一個唔錯嘅方向。咁去到後期啦，就點解冇繼續去做呢一啲咁嘅遊戲咧？而啦，又係食潮流啦。佢嗰一日月啱啱新出啦，咁就要即時去玩啦，即時去揾攻略啦。啱啱好嗰段時間，你先會去有流量嘅。咁呢個直播咧，就係又係一樣啦，都係要跟翻佢個潮流啊！一開始出咧，12點出，你就要即刻去出㗎啦。喺出之前咧，我仲用咗差唔多2-3個星期喺個版面度宣傳我呢個時間我會玩喎。呢個直播咧，我係由凌晨玩到去凌晨3-4點3個鐘，然後再搞埋其他嘢咧，先可以瞓覺喎。個時間係好長嘅，喺呢度寫住173，你睇佢好多喎，但係其實個小時數咧係只有2.8嘅啫，片2.8，好誇張啊！有啲時間太多太長啦，不過我有試過我做呢個直播啦，都幾好玩嘅。唔好以為咧我自己係冇褲嘅喎，係有褲嘅。前面嗰啲咧就冇乜人理咧，一係就係零，一係有褲嘅，真係可能初頭第一次睇咧就會好驚訝，點解會有人咁褲㗎？冇所謂啦，即係有啲嘢好似菜蓮咁樣，菜蓮都有人中意佢，有人唔中意佢㗎啦。咁我開始咧睇得多咧就會無感，你都有人讚好㗎喎。其實我自己咧就覺得，因為係啱啱去製作呢啲咧，我就唔會俾自己咁大壓力啊，話一開始就要去做到成100萬嘅水平啊！咪我自己做呢個長影片咧，都係1年幾嘅咋。自己睇到自己咧有進步咧，自己知道咧，其實都已經覺得好好嘅。因為咧，我第一段片咧係拍呢一個嘅慢活風啊，本身我想係好似啲日本嗰啲頻道咧，養貓養狗啊，種下植物啊，好悠閒，然後聽下啲外面嘅環境音，嗰種好慢嘅影片。呢段片咧係比較長嘅，而且係好生活化、好慢。但係咧就係冇乜人睇啊。後期咧我先係加翻啲有啲主題啦，有啲創意、啲目標，然後等大家知道我呢段片做緊啲咩嘅時候咧，大家先開始撳入去睇。同埋大家係咪好有疑問？點解咧我拍親啲出去玩啲動漫節啊，拍去食嘢啊，依啲咧頭依啲，淨係得背景音樂啊，冇聲嘅。一嚟咧，我知道自己係細聲，一定要大咪啦。二嚟咧，我拍呢啲講嘢片咧，可能會 NG 無限次。出去拍片咧嘅最大困難咧係，佢唔會俾好多空間你，好多時間你要拍嘅。即係譬如好似呢個放題咁啦，呢個放題咧佢就話有2小時 hour 嘅喎。咁但係佢嚟到食物咧，佢就同我講話只有1個半小時。食完就要走㗎啦，佢唔會俾咁多時間你咧喺度影相啦，逐碟喺度影啦，逐碟喺度試啦。咁你試完佢都凍晒啦，你都試唔到咧，又食唔到啦，又嘥晒啦。要諗稿你唔會一句句
指，然後喺度 NG 咁多次，嗰個人望住你拍咩？咁就係好難嘅。好似咧，另外呢啲咧，呢啲叫做期間限定店咧，佢係會有好多人嘅，你係依然咧同呢啲人一樣要排隊，一樣要等咁耐。咁個場咧咁細，依然都係要一齊去睇一堆嘢。咁有去過呢啲咁嘅場咧，就會係知道佢身邊咧係逼好多人嘅。咁你又要去拍到佢啦，又要講嘢咧，其實係冇可能嘅。都有諗過啦，可以拍完呢啲之後咧，再後期配音上去都得嘅。係啦，都係仲差個配音嘅啫。同埋出樣，點解話哇短片有成差唔多大半都係唔出樣啦？一嚟咧係我自己揸機，喺我嘅角度咧，我係好難去拍翻我自己個樣嘅。咁我又要拍前面啦，又拍後面啦，可以係揸兩部機嘅。咁但係揸兩部機你得唔得咧？所以咧你見我好多出樣嘅時候咧，我都係坐喺張台，坐喺個餐廳多啲啦。如果你話我邊行邊走，好似迪士尼嗰啲片咧，拍到自己嘅時候咧，我又拍唔到啲畫面俾大家睇。如果我又要拍自己，又拍畫面咧，我同一個地方咧，我又係企好耐㗎。要拍完個畫面，要雙倍時間，然後再 double 再拍自己，首先係唔會有呢個咁嘅時間俾你喺度 hea 先啦，少少咁去改。就我覺得我由零去到嚟而家最大嘅分別係咩？第一嚟係我嘅封面啦，個封面簡直係進步神速啊！由我一開始咧係呢一啲乜嘢都冇個，淨係加可能一個畫面加一個標題，或者幾張相拼埋一個標題。去到嚟我而家咧係可以人物又可以跨邊啦，一係咧我可以加其他啲圖片啦，可以放大啦，可以加好多唔同 logo 啦。去到嚟而家變成咁，我覺得已經係好勁㗎，好犀利。同埋我哋片咧越嚟越順暢啦，時間節奏咧即係唔會又快又慢啦。你睇我呢段片咧係好快嘅，但係我自己剪嘅時候咧，可能係咁重複睇咧，我就覺得你都唔係好快啫，差唔多。但係人哋睇咧，我呢段片咧係哇咁快一個鏡頭就過咗，一個鏡頭應該要慢少少。我後期咧係將啲字幕啦係拉翻多少少時間俾大家睇啊！最尾咧填自己睇 YouTube 片啦，睇人幾百啦，可能得幾十啦，就可能覺得哇呢個人得個幾百幾十，佢應該係做得唔好啊，或者會彈下去，呢一個唔係好啱我，唔好，呢個唔係好啱我，唔好。但係到輪到自己做嘅時候咧，先發覺啦，後面背後咧係要做好多嘢嘅，係要諗好多嘢，而且咧係會同個頻道一齊成長嘅，由零乜嘢都唔識，會慢慢一直去改啦。就算而家咧我自己睇到人得個幾百啦，個幾十人睇都好啦，我都可能會有興趣去撳入去睇下究竟佢做到邊咧，或者見到人咧可能得個幾千 follow 或者差唔多夠1000咧，我都會去撳下佢哋follow 去訂閱佢哋。咁呢個就係我拍片嘅全部心得啦，暫時為止。如果咧係同我差唔多頻道嘅人，又要去闖呢個4000小時嘅咧，大家加油，一齊努力啦！